后来继续来看台中的潭子，一个41岁的男子，甲一个过期居留的菲律宾的男子发生着冲突，结果互对方抬死。讲这个互抬死的男子，原来真侪事端。这个月初，才因为土地纠纷，动手来拍伊的妈妈甲亲情，结果颠倒互伊的表小弟甲其他的亲友拍甲住院。想袂到住院的期间出外偌踅，佫伫咧路边。拄到的这个菲律宾的男子来起冲突，互对方抬死。警方初步研判，这两个案件并无直接的关联性。查某人骑雨伞伫车路暴练，另外一边的监视器翕到一个菲律宾的查某人。无偌久，这两个查某人伫同一条路相拄，就发生着抬死人的命案。代志就发生伫9月7日暗时11点多，一直到这时，民众才发现摇雨伞这个查某人死在路边，已经无开。地点就发生伫台中潭子区，死者是41岁姓李的查某人。当时，伊伫潭子红兴路等到过期佮留点台湾的菲律宾的查某人，两个人敢若发生冲突。姓李的查某人互对方攻击，着骨力倒过身。菲律宾的查某人犯案了后，将犯案用的家私等伫咧附近的草坡，人就离开。但是因这个监视器讲有翕到，迄个有一个人行有遮过来，有弹物件，对里面讲有找到所以本分局循线在潭子区查获嫌疑人，随后依犯杀人罪嫌移送地检署。是讲过身的这个查甫人，无偌久之前才互媒体曝光，伊伫8月31因为土地纠纷，动手拍因老母佮含车，昨日个去阿姨因兜拍因阿姨，互表小弟佮亲友也骨仔拍入去病院。入院的期间，姓李的查甫人佮出外踱踅，当着这个菲律宾的查甫人，佮甲对方发生冲突，结果互对方抬死。警方初步研判，这个菲律宾的查甫人甲真正的土地纠纷案无关系。是讲菲律宾的查甫人是安怎随身揸武器，犯案的动机也搁咧调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